如何讓細路仔長時間保持專注？如何幫助佢哋更加 focus 我哋嘅課堂？咁歡迎各位家長喺評論區留言，獲得我哋嘅免費試堂。大家好啊，我係 VIP 先嘅艾德老師。今次課堂我哋嚟了解數一遊戲。咁我哋分為3個環節。第一環節首先要了解數一遊戲嘅規則。咁第二環節我哋進行一個小練習。最後尾艾德老師留一道題俾你哋自己去學習。好啦，首先我哋可以睇下第一步。數一遊戲咧，其實同數獨係有啲似嘅，佢有3個規則。首先第一個規則，每個橫行、每個直行嘅數字不能夠重複，只能夠有一個。咁第二個要求，塗黑色嘅方格不能夠相鄰，佢哋必須要分開，唔可以黐埋喺一齊㗎。咁第三個要求咧，未塗黑色嘅方格，佢哋必須要連成一個 cookie 餅乾，一定要完整。咁睇下喺現實嘅題目之中點樣用上呢3個規則啦。咁大家可以見到咧，我哋依家有個數一嘅方格。咁睇下第一橫行，佢已經塗黑咗一個2。咁發現喎，隔離剩低1同1。咁同學們諗下，如果俾你揀，你會選擇塗黑邊一個1呢？有同學話會塗黑左手邊喎。咁呢個時候我哋諗下，啱先講過第二個要求，兩個黑色係唔能夠相鄰㗎，佢哋必須要分開。如果我哋將呢個1塗黑，咁佢哋係咪就黐埋喺一齊啦？因此係錯誤嘅。咁我哋唯有一個可以塗黑，就係右手邊嘅呢個1。咁依家先會做啱。好啦，睇完咗第一橫行，我哋睇下第二橫行，1、3、2冇相同嘅數字。咁跟住睇第三橫行喎，2、3、3。呢個時候大家會見到啦，又係有相同嘅數字，但係我哋依家暫時未確定點樣塗黑。唔緊要，艾德老師話俾你知，我哋未確定嘅時候，我哋就先跳過。睇咗橫行，我哋可以轉個方向睇直行。咁直行1、2冇相同嘅數字，跟住第二直行1、3、3，你哋發現未啊？又係有2個相同嘅3。咁呢個時候，我哋嘅秘密武器嚟咗啦。如果一個直行入邊佢有相同嘅數字，2個3啦。如果一個橫行佢又有相同嘅數字，又係2個3啦。咁橫行、直行佢哋相交嘅地方，我哋就可以塗黑啦。所以呢道題入邊3、3橫行又係3、3，佢哋相交嘅就係中間呢個3。咁我哋就唔好諗咁多啦，即刻將佢塗黑，呢道題就可以完成啦。咁大家學明白呢3個規則未啊？咁帶住呢3個規則，我哋嚟睇下呢一道題目。下面呢個呢係仲未完成嘅數1，請小朋友們幫手完成佢。咁我哋按照順序一齊嚟睇下。首先檢查第一個橫行3、1、2冇相同嘅數字。咁第二個橫行2、4、3、3，小朋友們你哋見到相同嘅數字未啊？冇錯啦，又係2個3啦。咁問題嚟咗啦，我哋要塗黑其中一個喎。老師想塗黑左手邊呢個，你哋覺得啱唔啱啊？係啦，相信小朋友們已經講出答案啦。其實佢係錯誤嘅喎。如果我哋將呢個3塗黑，佢嘅下面係個黑色嘅，上面又係黑色，咁我哋話黑色唔可以相鄰，佢哋一定要分開。所以咧，呢個3佢係唔可以塗黑。我哋唯有塗黑右手邊呢個3，咁樣先係啱嘅喎。好啦，咁第二橫行睇完咗，我哋睇第三橫行1、2、4冇相同嘅數字。第四橫行1、4、3同樣都冇相同嘅數字。咁橫行睇完，記得轉個方向睇我哋嘅直行。第一直行2、1冇相同嘅數字。第二直行3、4、2、1冇相同嘅數字。接住第三直行1、3、4冇相同嘅數字。最後一個直行2、4、3同樣都冇相同嘅數字，咁樣先係完成咗呢道題啊！相信咧經過咗2個環節嘅學習，大家已經係了解咗我哋嘅數1，咁樣啦，艾德老師留咗一道題目交俾你哋幫手完成啦。咁相信小朋友們已經有咗屬於你哋嘅答案，咁歡迎各位同學家長 follow 我哋 VIP 先嘅賬號，咁喺我哋嘅賬號之中將你嘅答案話俾艾德老師知啦。好啦，今次課就到呢度結束，我哋課堂上見面啦，拜拜。